日又有樓睇啦，呢個大馬會油麻地嘅，一入屋咧見到正方形嘅廳，都幾闊落喎。咁我可以一邊飯廳一邊客廳嘅，呢邊擺飯台啦。咁啊廚房咧，洗衣機、雪櫃都係擺晒喺度噶啦。咁啊有窗嘅，浴室啊乾淨企理，乾濕分離啊。睇下第一間房都幾大間喎，雙人床加衣櫃冇問題，仲有窗台仔添。呢個係大房嚟嘅。咁啊睇間細房都唔算細噶，雙人床加個台仔都可以嘅。呢個方向呢，就樓景啦，都唔算局促噶。呢邊呢，就開揚好多啦，有少少山景嘅，好遠處嘅地方。好，咁介紹翻啦，呢個盤叫廣發大廈，樓齡呢，就係29年，1997年入伙。樓齡喺油麻地嚟講真係算後生噶啦。最高樓層呢26樓，合共有84個單位。呢個單位面積260尺，相比起新樓嚟講呢，係非常之實用。交通方面呢，步行4分鐘呢就到油麻地地鐵站，步行8分鐘呢就到旺角地鐵站，係非常之方便噶。呢度嘅賣點呢，就一定係個樓齡啦，29年，仲要平地電梯，仲有2部添。無論係上車定還是係收租用嘅，都絕對係首選啊！呢度係廣發大廈，有興趣話即刻帶你去睇。